今日2025年3月24號星期一，今日焦點有周天為大家分析時事。嗱，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講兩個話題。嗱，第一個咧就係美國發動關稅戰，自以為可以削弱中國。嗱，不過咧就有美國嘅商人表明會繼續擁抱中國製造，原因只係唔想發一場美式嘅噩夢。嗱，第二個話題我哋就會講下有關啟德體育園嘅活動又有問題發生啦。嗱，英國樂隊 Coldplay 咧4月就會喺體育園舉行演唱會，但就有觀眾接獲售票網 Cityline 嘅通知，話門票上邊嘅資料出現偏差，需要更換新票先至可以入場。嗱，究竟呢一件事點樣影響香港嘅聲譽呢？今日會同大家講講嘅。嗱，好啦，我哋先睇一睇美國商人嘅專訪內容。嗱，外媒 Business Insider 咧近日就刊登咗一位商人 Michael King 嘅訪問。嗱，佢嘅生意咧係喺鹽湖城搞微型市場。嗱，所謂微型市場咧，即係一間小型嘅無人商店。嗱，顧客揀完貨物之後咧，就俾錢離開㗎啦。正就因為咁，嗱，收錢嘅機器咧就需要用到鋼製嘅外殼，而 Michael 旗下嘅銷售點350個自助機器所用嘅咧就係中國製嘅鋼質外殼啦。嗱，不過自從美國特朗普上場，就不斷喺度發動關稅地圖炮，嗱，中國自然就唔可以幸免啦。嗱，但係 Michael 喺專訪入邊咧斬釘截鐵咁話，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並冇增加佢買美國貨嘅意欲，嗱，反而咧佢會繼續擁抱中國貨。嗱，我哋會歸納 Michael 嘅講法，可以睇得出有3個重點。嗱，第一，中國貨嘅價錢贏晒。嗱，其實早喺特朗普2.0之前咧，嗱，美國已經係對中國嘅鋼材徵收25% 關稅。嗱，之後特朗普上任啦，再對中國貨品徵收合共20% 關稅。而喺今年嘅3月12號，美國對進口鋼鋁徵收25% 關稅。嗱，係有數得計之下咧，Michael 進口嘅中國製嘅鋼質產品係要俾多70% 關稅嘅。嗱，只不過 Michael 就用例子話俾大家聽啦。嗱，中國貨仍然係更勝一籌嘅。嗱，Michael 喺未加關稅之前咧，就要俾250蚊嘅美金去買中國嘅鋼製外殼。嗱，喺70% 關稅加咗之後咧，就要俾多175蚊嘅美金，即係去到425蚊嘅美金啦。嗱，一旦裝運並通過海關咧，每個就要去到825蚊嘅美金。嗱，但係如果佢要買美國貨咧，就要用到1000至到1200蚊美金先至買得到啦。嗱，Michael 好直接咁講，如果要令佢唔買中國貨，關稅就要定得更加高。嗱，只不過如果瘋狂咁樣向中國貨加稅咧，美國人真係承受得住由成本上漲而引發嘅通脹咩？嗱，而且唔買美國貨真係只係因為價錢嘅問題？嗱，呢一度咧就牽涉去到第2點啦。嗱，中國嘅生產線上下游嘅完善。嗱，Michael 就用咗容易方便嚟形容買中國貨，原因係中國對於世界工廠嘅定位配套充足。嗱，無論係塗層、包裝、運送、出貨，中國都係一條龍嘅服務，一個價錢包晒，唔使再令阿 Michael 擔心其他嘢。嗱，佢更加話美國公司咧唔會做塗層、包裝，睇唔到美國可以喺呢一方面同中國點樣競爭。嗱，最後一點啦，美國製造商同中國製造商嘅比較。嗱，Michael 就講到，其實佢都可以喺美國嘅國內採購鋼質嘅外殼，但成件事咧就會麻煩得多啦。嗱，佢就舉例啦，佢話如果喺中國遇上設計問題，中國製造商咧就會諗過之後，會喺1個星期度就提出調整建議。嗱，而當美國公司睇到 Michael 所需要嘅設計，就會設置好多嘅障礙，並且咧會收取更多嘅費用嚟進行調整，即係簡單嚟講，美國唔係老實商人咯。嗱，Michael 甚至話，如果要喺美國完成自己想做嘅事咧，簡直係一場 logistical nightmare， 即係噩夢啊！嗱，其實 Michael 講咗3點，就係中國製造嘅強項。嗱，好多時候對於中國貨品，唔少人都只係會以為價錢吸引。
嗱，事實係成個製造過程嘅產業成熟發展，嗱，無論係服務態度、原則，都係中國貨嘅成功之一。嗱，假如美國以為用關稅就可以簡單咁樣打壓中國製造，結果原來係美國繼續擁抱中國貨。嗱，美國人要買貴咗嘅中國貨之餘咧，原來亦都係冇振興美國製造業，賠了夫人又折兵，講嘅或者就係特朗普啦。好啦，睇完國際新聞，轉過嚟睇一睇本地消息啦。嗱，我哋上個星期先至同大家講到啟德體育園喺月底舉辦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，唔可以再甩碌啦。尤其係3月1號開幕禮咧，發生懷疑走後門入場嘅醜聞。3月4號世界格蘭披治桌球大獎賽比賽未完就趕觀眾走嘅鬧劇，真係已經令人好失望。嗱，誰不知真係又有事發生啦。嗱，Coldplay 4月8號開始咧就會喺體育園舉行演唱會。有樂迷就收到售票網 CityLine 嘅通知，話門票上嘅資料出現偏差，需要喺今個月3月24號至到4月7號帶同門票去到本港7個指定嘅地點去更換新嘅門票。嗱，如果你哋住喺香港，換飛咧都係少少麻煩，但係如果住喺內地，又係一個幾大嘅問題。喂，你要人哋山長水遠嚟香港特登換飛喎，嗱，諗下都知道大件事啦，搞到唔少內地嘅網民就去到文體旅局長羅淑佩嘅小紅書度投訴。嗱，最終咧 CityLine 就喺廣州同埋深圳新增咗換票點啦。嗱，並會研究用快遞去換票，亦都會退翻每張飛150蚊嘅手續費，用嚟補鑊去平息民憤。嗱，截至去到拍攝節目嘅一刻咧，消委會就一共收到25宗嘅投訴啦。嗱，嚴格嚟講，呢件事唔係政府直接負責嘅。嗱，而且當局嘅反應咧都算係快㗎啦。事件一出，已經有消息就話港府已經要求公司去補鑊。除咗香港之外，喺內地亦都要增加換票點。嗱，亦都提出公司要退翻手續費，展現誠意嘅。嗱，雖然係咁，但有關體育園嘅問題咧，一鑊又接一鑊，無論點樣都會令人嘅信心大打折扣。嗱，宏觀嚟睇，香港作為盛事之都，想大搞文體活動，呢啲事件咧更加係有損香港嘅聲譽。嗱，其實早喺2月咧 ，CityLine 亦都捲入過 ComplexCon 換票嘅風波。嗱，有人就話買嘅飛咧，明明係買3月23號嘅，點知就變咗3月21號。嗱，CityLine 嘅回應就話啦，冇發現任何系統異常運作嘅跡象，購買記錄同埋用戶揀嘅門票咧完全係一致，更加指出90% 嘅個案都係用戶搞錯嘅。嗱，但係主辦方咧 ComplexCon 咧最終都係向涉事嘅歌迷全數退款。嗱，但係 CityLine 收取嘅手續費咧就冇退翻啦。嗱，呢件事我哋睇得出2個重點。嗱，第一，文體活動出事，如果政府唔介入，善後補救嘅係唔係有啲求其呢？嗱，由舊年阿根廷球王美斯嚟到香港踢表演賽，結果冇落場，到今日印錯飛，似乎政府唔出手，涉事嘅非政府部門服務思維唔係先諗客人嘅，有啲似係做咗就算啦。好似今次嘅 CityLine，有乜嘢理由一開始只係喺香港設立換票點呢？嗱，真係完全唔使諗內地嘅觀眾嘅，喂，唔通真係覺得退翻個150蚊就已經係補咗鑊？嗱，做錯都仲可以咁把炮，咁嘅服務態度，何止係唔夠啊？簡直係嚇親人啦！嗱，第二，無論係連番風波同政府有冇直接定係冇直接關係，影響嘅都係香港聲譽之餘，市民亦都係好直觀認為係政府有責任嘅。嗱，當然啦，同政府直接有關係嘅，一定要反省下有改善，但冇直接關係嘅，又應該點樣可以改善呢？嗱，係唔係可以設立指引，甚至係處理機制？嗱，呢一方面咧，應該真係要做多啲啦。以客為本，如果咁都仲要教，香港好難會係盛事之都。嗱，遲啲咧可能會變為趕客之都啊！好啦，今日焦點嚟到呢一度，聽日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